Hello，大家好，我係 Matthew。今日咧，我會同馮律師探討一個對金融從業人員至關重要嘅話題，就係點樣應對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簡稱證監會）發出嘅調查通知。咁你應該點樣去應對，先至確保自身嘅權益不受損害呢？我哋將解釋相關嘅法律規定同埋應對嘅策略。咁首先想問下馮律師啊，證監會有啲咩調查嘅權力呢？係 Matthew。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監會有權對涉嫌市場失當行為、欺詐、不當行為等等違規嘅情況進行調查，亦可以根據條例嘅第183條向相關嘅人士發出調查通知，要求相關人士出示相關嘅記錄、文件、提供解釋、出席會面調查等等。如果唔遵從呢啲要求或者缺席會面而冇合理辯解嘅話係會構成刑事罪行。亦都可以被罰款同埋監禁嘅。咁如果客戶收到證監會發出嘅調查通知嘅時候，咁應該點樣應對呢？當收到證監會調查通知嘅時候我哋應該立即採取以下嘅步驟嘅。第一要確認身份，你究竟係協助調查定係被調查嘅人士呢？如果你係被調查人士嘅話即係代表佢可能涉及一啲不當嘅行為而需要接受調查。其實不論係前者定係後者我哋都建議盡快尋求專業嘅法律意見嘅。第二就係需要準備文件，確認涉及嘅記錄同文件包括儲存喺電腦入邊嘅文件，並且評估呢啲係咪受到法律專業保密特權所保護。法律專業保密特權係指律師與客戶之間嘅溝通係不論係書面或者口頭嘅一啲建議係不被檢查或者出示嘅權利嘅。第三我哋都要遵守嘅時限按時向證監會提交所需嘅文件。如果需要更多時間預備文件我哋應該盡快聯絡相關嘅調查員申請延期，並且提供合理嘅理由。未能向調查員提供所需嘅資料或者文件係屬於違法嘅行為。好，咁假設證監會要求同客戶進行一個會面調查嘅時候，咁佢有啲乜嘢可以準備到呢？如果相關嘅人士收到會面調查通知，係應該做好以下嘅準備嘅。喺會面前相關人士係應該熟悉相關嘅背景同埋文件同律師討論應對嘅策略，準時出席。喺冇理由嘅情況下缺席，係都會構成刑事嘅罪行嘅。而喺會面嘅過程其中當事人係應該需要誠實作答提供虛假嘅資料或者隱瞞事實均屬違法嘅。咁當事人亦都需要謹慎回答如果唔確定答案，可以誠實表示唔知道或者唔記得，切忌猜測。第三佢亦都可以行使特權如果個答案可能會導致自己入罪嘅，可以喺回答每一條問題之前做出一個聲明，確保答案係唔會喺刑事訴訟中係成為張證據。不過呢啲答案亦都可能喺紀律或者民事程序中作為證據之用嘅。咦，咁馮律師啊，咁參與會面調查嘅人士係咪可以有權去保持緘默嘅呢？Matthew， 其實呢個就唔可以嘅。證監會嘅調查同埋其他執法機構嘅調查有個分別。喺證監會嘅調查之中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受訪者其實係冇保持緘默嘅權利嘅，係必須要誠實回答證監會嘅所有嘅問題嘅。明白。咁收到證監會嘅調查通知之後，咁可唔可以同身邊嘅朋友同事甚至乎配偶同佢哋講，咦，我俾證監會查緊喎，咁樣呢？呢個係絕對唔可以嘅。因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78條，除非因應條例所訂明嘅情況而使用相關嘅調查資料，否則所有調查內容必須保密。向任何人士透露與證監會調查相關嘅資訊均屬刑事嘅罪行。如果需要向其他人披露資訊嘅話必須要先向證監會申請豁免。咦，咁證監會嘅調查可能會帶嚟啲乜嘢嘅法律後果呢？視乎調查嘅結果同埋被調查人士嘅身份可能會有以下嘅法律後果。第一，可能會遭受紀律處分，例如暫停或者吊銷牌照。喺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進行嘅研訊程序入邊，可能會包括罰款或者不得擔任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指明公司嘅董事。喺民事訴訟入邊，可能會遭受法庭嘅禁制令，禁止相關人士作出進一步失當嘅行為。喺刑事檢控入邊，
如果涉及欺詐或者市場操控，亦都可能會面臨罰款或者監禁。由於調查嘅結果可能相當嚴重，會影響個人或者公司，建議咧及早尋求專業嘅法律意見。好啦，今日我哋探討咗證監會調查嘅法律框架同埋應對嘅策略，相信大家有一個基本嘅認識嘅。希望今次嘅分享可以幫助到大家更好咁理解證監會調查嘅流程同埋應對嘅方法咯。